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上帝佮带领咱经过一礼拜啊，佮感谢伊过去的一年，虽然一开始年头，咱就感觉到这个病毒啊，已经侵入伫真侪国家了，一直到规年到年尾。咱仍然伫迄款的疫情的恐怖当中，但是咱免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甲咱同在，上帝袂将咱放杀咱的日子如何，咱的力量也如何。上帝恩典是够给咱用的，所以咱感谢主，伫新的这一年啊。咱继续仰望上帝的带领，咱一切需要上帝知影，咱才着祈祷感谢，将一切所需要的讲成功。上帝就要赐予咱出人意外的平安，伫耶稣基督内面保守咱的心怀意念，所以咱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咱三甲来仰望。来挖苦，来祈祷将今年这一年来交托伫神的手中，咱三甲码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过去的一年怎样来看顾保守，来带领阮经过这个2021年，这新的一年，阮同样。将阮的生命，将阮头前所要行的道路，交托伫上帝你的手中。因为上帝你掌王权，天地万物拢是你所做。对你所做的当中，阮有法人体会到，阮也知影上帝你是满有权柄、满有能力的上帝，你满有智慧的上帝。你知影过去。现在甲将来，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倚靠你的人是有福咯。所以，阮求你圣灵伫每一个信你的行礼当中，来做安慰、坚强的工作，互阮靠着主的恩典来行过一切的困难的道路，来经历过。黄甲浪经历过这个红海甲约旦河，感谢你，甲阮同在。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勉励阮，来帮助阮，好叫阮的灵命继续来长进伫主的恩典当中。阮安尼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真伟大。
我想到神情愿在他儿子将是生命，我几乎不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当主再来，欢呼声响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我要跪下，谦恭地崇拜敬奉，并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感谢主的恩典，神创造天地万物，神实在真伟大，用伊的大能、伊的权柄、伊的智慧来创造这个奇妙的宇宙万物。咱感谢上帝，各位兄弟姊妹，2021年这个新的这一年啊，咱主日崇拜的安排吼，讲道的安排，这个主题吼是福音的故事，福音的故事。那题目呢是按照圣经的历史啊，时间的顺序来讲述上帝的话语。对圣经的第一本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一本啊。新约的最后一本啊，《启示录》来讲述奇妙的救赎工作，也就是神的拯救世间人的历史啊，是这个福音的历史，也是福音的故事。所以，咱对神的宇宙的创造开始一直到对这个伊甸园内面所发生的代志，到启示录当中所讲的这个新天新地规本圣经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规本圣经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咱对这个圣经当中所提供予咱的这个属灵在经文在信息
来学习这属灵的功课并且来应用伫咱的生活当中，求神的圣灵来带领咱、帮助咱，互咱伫属灵的生命会得到进步、得到造就，当然伫生活顶面荣耀上帝的圣名那么咱讲到这个上帝的创造甲人看见上帝创造当中所内心发出来对上帝的这个敬拜这是真重要，这是真自然的对上帝产生一款的尊敬甲敬拜那么咱来讲，什么叫做敬拜呢？敬拜是毋是单单唱几块歌、祈祷、奉献安尼尔定？咱亲像就日常安尼习惯性的安尼做无啥注意到内心的情形呢？咱来今仔日来讲到这个敬拜的定义是啥物敬拜伫希伯来文会做专家。因咧讲这个圣经当中所讲的这个敬拜，这个词这两字敬拜，伫希伯来文当中甲侍奉、甲奉献是同一字的离群离群亲像罗马书12章第1节安尼讲，所以兄弟们，我以神的慈悲劝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恁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伫这个经文当中这个敬拜有提到这个奉献献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讲到侍奉，所以这个敬拜毋是简简单单的，讲说一个敬拜内面伊的含义也有含这个奉献的心，也有这个侍奉的心。基督教认为敬拜是对象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也是咱信徒的天父敬拜是上帝所渴望信靠伊的人对伊有一个对内心一款的对上帝的敬拜甲赞美敬拜的人呢，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是敬拜是人的内心内面的甲上帝相处的一款的态度内心必须对神有一个相信对神的创造伊的权能、伊的智慧、伊的慈爱，甲伊对上帝迄个本性的认可感觉上帝是配得敬拜、配得尊敬的，配得人来荣耀伊的一位创造者上帝。所以咱人来敬拜上帝的时阵应该着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一位上帝。那么今仔日呢，咱的题目是讲到你真伟大，上真伟大你这个你是上讲到创造天地万物上帝，因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所以咱人伫下面对上帝，上帝你真伟大这是一款的敬拜。咱对上帝的创造对上帝的创造开始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又阁是管理万物的迄个全能者。对伊的创造甲咱认捌上帝是一位是满有权柄、
满有能力的，满有启示，满有自爱，满有信实的一切美德，拢归乎上帝。即款对上帝即款的承认、认可，甲对内心的对伊即款尊敬甲敬拜，这就是圣经内面是所讲的敬拜 worship 的意思。所以对神的即款的认识知影神竟然是一位即款伟大的全能，是全世界的任何的神，任何的人无法人比较的。那对伊认捌就产生一款的敬畏的心对伊一款尊敬，对伊一款的赞美，甲对伊对整个生命伫上帝面头前的敬拜。咱通常一个人出去外面行的时阵，咱若看起一块大厦，哇，真堂皇、真美观、真水、真雄伟啊！还是你看着一座桥真长、真水真雄伟啊！还是看着一件的艺术品雕塑，还是油画，还是画图真水的时阵真雄伟的时阵，咱的心态的表现是啥物头一个的表现是哇，真水有无？第二，你讲这个是上牙创的这个上牙创的当咱知影这个是上牙创的，咱就对迄个人又产生一款敬仰产生一款佩服伊的心态。是这个人真有本事这个人真牛有无？那么咱人对上帝的创造是一款甲敬拜有啥物关系到底有啥物关系呢？诗篇第8篇伫大卫的诗当中有可能表达出，当人看到上帝创造的时阵，对伊的内心就产生一款敬拜的心。诗篇第8篇安尼讲：耶和华，阮的主你的名伫全地是何其美，何等的水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伫天顶，你因着敌人的缘故，对下仔囝甲食人的喙中来建立了能力，互迄受敌甲保守的闭口无言。第3节，我观看你的枕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摆设的月牛甲星宿，就讲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伊；世间人算什么你竟然管顾伊。第5节，你叫伊比天使较微小一点，并且使托伊荣耀尊贵做冠冕。你派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互万民，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内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伫伊的骹下。耶和华，阮的主你的名伫全地何其美，何等的水哎呀，都伫这篇诗篇内面咱学习到一件属灵的功课。头一点呢，这个诗人大卫可能是暗暝咧看
伫向天观看的时阵吼，看到天顶的月亮啊是遮光啊，抑阁看到无数的这个满天的星星星啊，这星就对内心啊感受到上帝的伟大，甲伊的权能、伊的权柄。咱伫咱的生活顶面呢，咱拄着问题的时阵吼，咱就经历到上帝的权能、上帝的大能力，来叫咱伫苦难当中，甲咱拯救出来。咱想到神的伟大的时阵，咱同样也是要敬拜神，也是要伫遐来赞美主的权能、主的伟大。咱是毋是有安尼呢？第二项，这个大卫伊就用这个宇宙的这个雄伟伟大这个真美观真深不可测贵不可测迄款的宇宙无边无际，迄款的伟大的创造来甲人来做一个比较伊就感觉到人会非常的微细，非常的渺小有无？当咱看到真伟大的一块厝，咱入去内面，咱才一刹那咧，哎呀，你就感觉真卑微当咱看到上帝伫这个宇宙无穷无尽的迄个太空咱现在的太空船飞到月亮，飞到火星去几若个月才会飞到几亿公里离咱地球是抑阁未到档呢，抑阁直去就毋知影偌远呢，无穷无尽咱形容安尼的时阵咱感觉到咱人非常渺小。虽然是渺小人真微细，但是上帝无看轻人，反倒当上帝看重咱，伊爱护咱，伊顾念咱。伫遮咱好看做上帝的慈爱既然上帝是慈爱，咱伫患难当中，咱阁惊什么？咱毋免惊，因为上帝无放杀咱。过来，伊互人尊贵的身份并且使互人这个荣耀的冠冕人有时会看轻咱，但是上帝袂看轻咱，因为咱有这个有上帝的生命有迄个做上帝的囝儿亲像王子这款的身份。那么虽然别人看轻咱，但是咱毋免惊，上帝袂看轻咱，伊互咱荣耀的冠冕。毋单安尼，上帝将伊所创造的海陆空一切的活物归互人来管理。伊毋但管理，叫人来管理，让人来工作，来看顾。意思就是上帝看重咱人，互咱尊贵的工作，并且咱就利用上帝所赏赐的来供应咱生活顶面所需用的，互咱有通食，有通穿，有通用。这是上帝何等的伟大所以咱当大卫王大卫王看到上帝的创造时阵，伊不得不禁不住伫伊的内心向上帝发出：上帝你的名何其美何其水何等的伟大诗人大卫伊体会到了。咱是毋是体会到上帝伟大？是毋是体会到上帝的权能、上帝的疼心、上帝的关怀照顾呢？伊也互咱这个尊贵的地位将这个重要的工作互咱管。咱是毋是应该着对上帝产生一款敬拜、敬畏、尊敬的态度呢？对内心出来的敬拜，才是真真正正的敬拜。
外表的一个表演啊，有人讲，有的人伫崇拜只是一个表演内面有嘴无心，有动作无迄个内心的态度，这个上帝无欢喜。真正的敬拜是对发出人的内心。现今至今也佫有真侪人毋相信神的创造，无相信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甚至有的人也无相信神的存在，真是真可怜的这项代志。有一个世界出名的天文学家，伊名叫做 Kepler 伊有一个朋友也是对上帝创造产生怀疑甚至无相信神的存在伊只相信什么？伊说这个宇宙这物件是自然变出来的，是机械方式会产生出来。你一项物件伫内面切，一家麻筋去切，经过进化，几落千万年的进化，就变做一个手表出来。用这款机械式的改变可能无。所以这个天文学家为着要改变伊的朋友对上帝的这个观念要说服伊所以伊就伫伊的实验室，伫伊的这个展览的迄款展览馆当中安尼创一个种个太阳系行星的运转就是一个太阳伫中头有在月亮咯地球咯，到其他行星。安尼运转的时阵，运转非常的巧妙365日一转一轮安尼创真水伊就带这个朋友来参观伊所创的这个太阳系迄个仪表迄个模型看了后，这个朋友讲是哇，真正学了，说这个物件真巧妙，上创反水搁跩恁较恁亲像真实的一样伊说朋友到底这个上创的伊讲无家己变出来就是家己伫遐就有咯伊讲哪有种个代志明明是有人家创出来，哪有啥物家己变出来？无可能的。那么这个天文学家就讲伊的朋友讲朋友你连这个简单的这个铁头米你都相信说这个毋是自然家己变出来，是有人做出来。但是你看这个天地万物，这个真实的宇宙，这个太阳系以外的，也佫有太阳系，算袂清的太阳系，偌侪星球因伫咧运转，遮复杂，你敢无相信？跩是有一位满有智慧、聪明的设计者嘛？兄弟姊妹，这个世界顶面有千万万的科学家相信这个天地万物是一位伟大、满有智慧、聪明的设计者，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包括这个爱因斯坦这个科学家也相信上帝的存在。有真侪科学家相信这个宇宙万物是神所做出来，毋是凭空变出来，乃是上帝用伊的权能所做出来。所以咱每一个人应该对上帝就产生一款敬畏的心。一个敬拜的心，咱读圣经的时阵，对创世纪第1章到第2章咱看见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记录
伫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3节也安尼讲，伊讲太初有道，道甲神同在，道就是神。第2节，伊讲这个道太初啊，就甲神同在了。万物是借着伊做的，凡被做的，无有一样毋是借着伊来做的。伫这个所在，讲到太初就迄个道，万物是借着这个道，借着上帝来做出来。创世纪第1章到第2章，伊直到讲到神创造天地万物，包括人的一项记录。第1节讲啊，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阵时间啊就进入到宇宙这个世界当中啊。神本来是无形的，神乃是自有拥有的，家己有毋是人创造出来自然有的，这个才是神。被造的毋是神，自有拥有的，这个才是神。圣经讲第1日咱比较简单的讲到这7日当中，上帝做什么第1日，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头1日创造光，第2日创造空气，第3日创造海底甲植物，第4日创造日月甲星数袂清的星，第5日创造海甲空中的活物，这个海内的鱼甲空中的白鸟是第5日做出来。第6日做地顶的跩生物跩野兽动物跩虫白虫或昆虫第6日也是做人，最后做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做人，是用土来拟出人的样式按照神的样式，然后用上帝的气分伫伊的皮孔内，伊就诚做有生命的活人咯。到第7日呢，神就安息了，并且定这个安息日是神就休息了。伊上帝也是要叫人伫安息日停止工作，就有这个休息的时间。7日内面6日做工，1日安息日来敬拜神，身躯也是得到这个休息。所以兄弟姊妹，对神的创造当中咱学习到什么呢？学习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头一项，当神创造的时阵，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即搭讲神说，所以神的权柄神的话语当中有满有权柄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要有本来是无半项的，神说有安尼有光，就有了光了。所以这是上帝创造在无生命的在物质的伊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神说佮说落去呢，咱看做神创造当中神造万物拢是迄个启示的，袂用个善后颠倒神这植物甲动物甲人也未创造出来时阵神先创什么先空气甲光，因为这空气甲光是植物动物所使用的。换当若颠倒咧，先创动物植物以后经过较久的时间才创出空气甲光呢。那么在植物交动物就无法通生存咯，就会死咯，因为无空气所以上帝咧创造是真有启示的。
受上帝的智慧啊。过来，神造创造的时阵，伊讲有暗暝，有早起，这是第一日还是第二日？所以上帝把日时甲暗时分开，来三交替，有暗时，也有日时，也有早起，因为啥物呢？植物、叫动物、甲人拢有家己的活动，有家己的工作，日时有伊的活动甲伊的工作，暗时呢有家己休息的时间，所以有暗暝也有日时，有暗暝休息，有日时来工作。但是现代人为着要趁大钱无分暝日的直做工伊伫拍歹身躯这是无合算也毋是上帝的意思。神爱咱人健健康康但是现代人为着伊的欲望要达到，所以伊尽量拼命少年的时阵拼命去做工趁钱，到老的时阵就拼命开钱来救伊的生命。人就是安尼我记得某所在有一个所在人真正拼命去外国趁钱种家庭帮咧，并且趁的钱完全寄倒来起大厝但是伊人伫外国少年就去外面打拼，钱寄来起厝。到伊年纪大了时阵，规生病了，伊要倒来家乡，要来赶路车敢载到门口，也无入口，伊的路苦所趁来出来钱的一块厝，也无入到厝内面伫门口命就无去了，就死了。有啥物动用呢？求主互咱聪明智慧。过来，对上帝的创造当中神将伊讲神所创造一切拢是好的，上帝所托人的拢是好的，毋是歹的。上帝将最好的事当上帝创人的时阵，上帝讲伊说伊是做得好的，甚好所以伫这个所在也互咱看出上帝虽创造怀物质的物件，最后才将人创造出来，为着要互人来享受上帝所做的物件。咱亲像一个爸母要生囝以前要家己的以前，伊就先将逐项备办的临班皮尺衫裤买好好势，然后伊的囝生出来，baby生出来，通来预备好了，通来享受，通来用。上帝对人也是有一款为什么上帝要将人放伫最后才要创造出来？虽然创一件物质的物件，乃是为着人的缘故。所以伫这个看出上帝的慈爱，伊的安排是最完美的。过来，上帝说伊要祝福互人，上帝要祝福互人，互人有一个工作，伊说这天。你要管理天顶的鸟、海内的鱼，甲地顶的这动物为什么呢？上帝毋但互人来享受，伊的上帝爱叫人有一个工作，毋通做一个不努力、遐操蛋的人。因为有工作，才有人生，才有一个价值观，有责任感，这个人才会成长。上帝备办在食物。在蔬菜甲果子为着咱身体的健康，一切肉体的需要，
所以咱若看去上帝创造最后，创造了后第7日啊，有一个休息，伊也是要叫人说恁7日做工，1日通休息。所以咱世界顶全世界拢有即款的习惯啊。7日当中6日工作，1日休息。这个休息的时阵毋但身躯得到休息，心灵、心情情绪得到一个休息，也是着伫这个安息日来敬拜上帝。所以上帝咱若想到上帝创造的，毋但真合理的安排，而且是真全备上帝为咱设计是真周到很周到真详细为人安排。所以咱人应该着感谢上帝，应该着赞美上帝。对上帝的创造当中，咱对心灵内面对上帝的尊敬甲敬拜。所以耶稣叫咱伫怎样来敬拜这个上帝呢？圣经安尼讲，耶稣伫约翰福音第4章23到24节安尼讲，时节你要到如今就是咯。迄个真正拜天父，得用心灵甲诚实来拜，因为爸要这样的人，即款的人来拜。上帝爱有即款的人，用心灵甲诚实来拜。24节说，神是一个灵，神是灵，所以敬拜伊的必须用心灵甲诚实。这个诚实翻译做真理的意思，用诚实甲真理来拜。最后呢，咱看去敬拜上帝有啥物益处啊？当然益处真多咯。比如说，咱敬拜上帝时阵，咱有祈祷咱用赞美，咱用感恩咱无羞愤，咱来认罪悔改。当咱安尼做时阵咱的心灵才有平安，才无重担，将迄暗沉的脱色将迄暗沉的甲你脱出去，咱这个人就有健康咯。咱若心内常存着羞愤无原谅人的心咱心灵无平安，身躯一定毋是健康的。过来，当咱敬拜上帝的时阵，对咱的内面产生一款的力量出来。圣经讲，听候耶和华的，要重新得到力量。伊就亲像一只鹰拍伊的翅骨飞起来因奔跑袂野战，伊行路袂野战袂困倦，袂野战。这个敬拜上帝的人伊有一个圣洁的心灵，甲自由因为将伊的罪认出来存着一个圣洁的心，人有圣洁的心，才有真正的平安甲自由。而且咱看到有一个敬拜的人像保罗甲西拉，甲规伫骹区内面是艰苦的所在，面要入去掠去心咯。伊暗暝还在伫遐敬拜、唱诗、祈祷、赞美。当伊安尼做的时阵迄骹区震动咯，迄个铁门开咯，迄个顾家的人想说人给逃走出去，原来因也搁伫遐。所以咱就知影这个故事，伊真惊，是我着做啥物问保罗甲伊讲你着信主耶稣，你甲你的一家就会得救。所以因两个保罗甲西拉伫骹区内面会敬拜上帝，咱互这个顾骹区的这个全家得到救。所以咱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也是一款的传福音所以这个敬拜上帝的人伊也是啥物呢？得到上帝的欢喜，
伊的灵性更较亲近神。所以咱看去，一个真正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主的人啊，伊的生命较丰富，较成熟，较荣耀上帝名。咱最后来用这个诗篇150篇来甲咱讲，咱要用什么方法来敬拜？除了唱歌，除了赞美除了向上帝感恩以外，伫诗篇150篇最后一篇，伊讲什么呢？是恁着赞美耶和华伫伊的圣所赞美伊伫显灵烈的太空天空当中穹苍就是太空当中来赞美伊意思就是，咱要赞美伊，会用咧伫神的教会、伫圣殿内面来赞美伊，会用咧伫这个自然界当中向天观看上帝的创造大自然是遮水真奥妙的时阵，我有一个亲人就是因着栽花看到花各款的花的色彩是遮水很奥妙指证落去出来是遮水的物件伊遮着安尼来明白接受上帝，接受耶稣做伊的救主伊讲着用伊的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主按照伊的极美的大德就是伊的美德来赞美伊。咱要赞美上帝什么咱要敬拜什么就是因着上帝创造的大能力来赞美伊，因着上帝有慈爱、信实、公义这美德来敬拜上帝，来赞美伊。咱用什么方式呢？用什么物件？用乐器，只当有讲到羊角、牛角来分迄个牛角羊角来赞美伊。着拍锣拍鼓，用弹琴拍鼓弹琴来赞美伊伊这个用丝弦就是有线的迄款的乐器，甲箫来赞美伊。用大声的钹就是迄个乐一款的乐器敲打的乐器来赞美伊。伫用关的声音来赞美伊。伊讲凡有气息的、有生命的，拢着赞美耶和华，恁着赞美耶和华。所以人的敬拜方式除了对内心，着用外面的唱歌、用乐器来赞美伊，来敬拜伊。所有的人应该着来赞美耶和华。伫圣经最后的讲有在天顶的也有敬拜上帝，来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在天顶的天使叫怀24个长老叫其他来，伊讲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同在的全能的神。伊说：阮的主阮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去创造才有的。所以伫新约、伫旧约伫现代的人咱拢着应该来敬拜，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伊是配得咱敬拜，配得咱尊敬，配得咱赞美的上帝，因为上帝的美德、上帝的伟大、伊的权能、伊的智慧，创造了这天地万物。所以兄弟姊妹，盼望咱的生命当中，咱的生活当中，满有敬拜的心，咱会想到这个天地万物的奇妙咱人身躯的运行的奥妙，咱能感谢来赞美咱的上帝，敬拜咱的上帝。最后有一块歌
叫做伟大奇妙神啊！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有伟大奇妙神，他使瞎眼看见，瘸腿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大甲咱讲到上帝是伟大奇妙的上帝，伊创造天地万物啊！伊是何等奇妙的上帝！伊托青面的看见，摆骹会行路，伊是无有一项难成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啊，咱一阵仔伫2021，咱的 virus 啊，还在继续落去。咱有国家发明的迄个 vaccine， 伊会怀疫苗，到底真有能力？通来医治人的病啊无啊？咱毋知影，可能会，可能毋知影。但是咱知影，这位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伊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伫你无有难成的代志，咱是伊的囝儿，咱佫惊什么呢？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一阵仔伊还佫伫掌王权。坐伫宝座顶，天地万物是伊做，伊讲有就有，并立就立。咱是伊的囝儿，咱惊什么呢？所以咱用完全的信心来倚靠伊、跟着伊，一直啊到迄一日，三甲阿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伟大奇妙的上帝，你创造天地万物，你是伟大奇妙的神。你托青面的看见，摆骹会行路，伫你无有难成的代志。阮是你的囝儿，阮仰望你，倚靠你，因为你是阮的天父。亲爱的天父，即阵啊！可能有遐侪有一个人伫病厝当中啊，拄着生活的困难、各款的问题等等。主啊，你拢看见，你拢知影。凡是凭着信心来倚靠、向你祈祷的，求主你来成全，求主你帮助因，对你绝对的信心，使托因平安，使托因内面的喜乐，因所使用的，求主。按时强急，阮安尼倚靠你，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